继续来看，有一位电视的主播伫面册来打文章，讲伊听讲台中有一间国小，一对双生仔的学生放学的时阵，差一点互一个不明的女子扭就车，是好哩加载警卫及时来阻止，囡仔才无互带走。即摆警方是扩大来调这个监视器，要确定到底有这件代志无。主播张灵虎昨日伫咧面册铺文，讲造型师甲讲，伊的乖孙仔读台中某一间国小，放学时看到一对双生仔伫咧等妈妈来接，雄一个查某人讲，妈妈临时有代志，换伊来带，佮动手要救其中一个囡仔上车。然后另外一个就赶快跑回去学校叫警卫出来，然后警卫就赶快跑出去阻挡。造型师讲，警卫仔随将双生仔带到教室，就惊扣派人带去。附近的民众听到国小发生这款代志，其他家长是惊到要死。我觉得很可怕。现在的治安真的是跟以前都不一样。平常都会教小孩，就是不要跟陌生人走。囡仔险啊扣千万人带走，家长拢真关心。记者嘛来到这间国小调查，学校唔到代志，含警察调查过了后，虽然无调查出敢真正有发生这款代志，不过关系到囡仔安全，学校强调嘛是会对师生加强宣导，上下课时间拢要特别注意亲分行。我们会家长包含的导护老师、警卫的巡守，跟警方我们目前也都有相关的群组去做紧急的一些联系。3支监视器镜头对准学校门外口的所在，就是要掠派人伫遮做违规犯罪行为。校长认为过去门外口无发生囡仔和民众伫咧揪来揪去，有当时是家长的监护权问题无解决，家暴的问题啦，或者是说那个侵权、那个争执上面的问题啦，那这边我们都会依规定来办理。学校强调，不管是不明人士要挑工接近囡仔，或者是有家属亲属伫咧学校门外口要抢囡仔，这拢是无稳准的。若是有特殊个案，国际人员会先确认接送的人身份，关心通报，而且比对资料，再互大人把囡仔带走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